OK， 南面5虎，華叔翻嚟啦，華叔啊，呢個啱先南面5虎失利咗一場啊，華叔一定要落場啊！依家而家第2場啊，2-1啦嗰邊，2-0。施華利啊！我哋而家呢個星期5虎加強咗內線啊，加強咗我哋阿峰老師同埋我哋大隻文哥，不得了啊！呢個靚教啊，撈撈 pass 籃板冇問題。好，3分射手峰老師唔射。好，吉晒啊！華叔後切步3分，哇！呢球好靚啊！5-0。哇！呢個後切步3分啊！好啦，好5-2。南面5虎加油啊！咪5-2啊！馮老師 key 住個波，俾華叔先生壓制住，即時等返出去先。好，我哋撳歌 ，OK 嘅，7-2，哇！狀態大勇啊，今日我哋撳歌，哇！加明一條龍啊，哇！好快啊，7-4，哇！呢個咩褲啊？南面咩褲啊？南面嘅呢個閃電褲。南面閃電虎加明啊！啱先呢個一條龍啊，由後場帶到前場，跟住上籃得2分。long pass 俾我哋撳歌，冇人乜啊，等於入噶咯喎。再嚟2人籃球先 ，OK 嘅，差少少。周哥 long pass， 哇，7-6。我哋呢個施華呢個勾手啊，擦板。喂！冇。啲觀眾話腳球啊，但係唔理啦。8-7啊！8-7。哇！即時打咗個6-0啊！佢哋勾手籃板，周哥攞咗籃板啦！呢個射手轉為呢個籃板角色，又係2-1。亞歷山卡 ，OK 嘅，10-7。10-7。3分嚟嘅，哇 ！OK， 10平啊，10-10啊，就過嚟啦！喂，華叔先生未嗨到個波㗎咁耐，咩問題？哦 ，answer 13-10，華叔先生。又係3分，入埋得了。回放。喂，靚啊，後邊啊，快啊，慢晒啊，冇問題，慢慢嚟 ，OK， 13-12。周哥，犀利啊，今晚啊！一起手就有啊！喂，華叔吉晒啊！行開得啦，行開！哎呀，搏到犯規啊！跳到3分，假嘅
3分，方老師交俾你。1分波咋，領先啊！你哋唔好嗌啊！南面5副領先啊！而家南面5副領先啊！OK， 靚啊！喂，吉晒！哎呀，好波嚟啊！好有耐性啊，前度。華叔搞掂！哇！哎呀，差少少。靚啊！呢球啊，呢球。5-2啊，5-2啊，15-12。南面5號領先3分啊！OK， 籃板。7啦，17咋？17-12，要射3分啊！OK。啦！喂，卡特去咗邊度？靚啊！唉，3分嚟㗎呢球。差少少啊！一界啊，吉晒啊！唉，慢晒。3打2，靚啊！阿力，一人帶幅幾個喺度嗌佢。好準，20啊，20-12。一分波。哇！南面5號加入咗華叔先生之後，成隊波生晒。唉，脫胎換骨啦！唉，大鑊！籃板靚，加油，美斯！喂！好撚殘忍呢啲嘢！OK， 籃板，馮老師嚟嘅，好板，3分嚟嘅，哇，仲有得救，20-15，入多球3分得啦，入咗3球3分啊，阿界啊！喂，冇人 mark 嘅，籃板。我哋波，呢個我哋新橋5虎波啊，又嚟呢招，2分5秒，射多球3分，哎呀！
20-17，防守，防多球。華叔先生絕殺唔通？哎呀！絕殺機會啊！第一次又冇辦法啦。2球2分得啦。哎呀！唉，搞掂啊！冇啊！南面5波贏翻場啊！唉，喺呢個華叔帶領下，南面5波呢個贏翻場。唉。